過橋過夜，咁佢又應該叫我哋疏散嘅，但係我哋都好少疏散，都守住自己間屋嘅。除咗大澳，當局亦都已經喺其他水浸黑點，包括鯉魚門、三門仔等等，設置防洪設施。無線電視記者張天日報導。受到台機場航班顯示屏有大量上晝嘅航班取消，只有少量係如常出發。客運大樓內有唔少嘅旅客滯留，登記櫃台有唔少人向地勤人員查詢航班嘅最新情況。航空公司亦都交派職員協助旅客。有旅客話航班取消，要等待航空公司作進一步安排。澳門喺下晝5點鐘會發出8號風球，當局強制疏散撤離低窪地區居民。澳門司警局出動124人到喺康公廟前地至下環安坊西街，即係其中一個低窪區域進行撤離工作。有人員協助行動不便嘅長者撤離。司警局話，嗰區合共有300